大家好，我係林煥之，土生土長嘅香港人，喺電商同供應鏈行業已經打滾咗超過15年，所以好清楚賣家嘅痛點。海外倉嘅管理、清關延誤、運輸嘅成本高，呢啲問題好多時候都會拖慢咗佢哋喺拓展海外市場嘅步伐。就係因為咁，我哋創立咗 Spaceship， 希望用科技為商家打造一個全球履約解決方案，令跨境物流變得更簡單、更高效。第一次踏入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，我就俾呢度嘅創業者嘅拼勁打動。嗰一刻我就知道呢一度一定係公司加速成長嘅地方。2024年底，我喺前海成立咗小飛飛科技有限公司 Spaceship China。而家我哋嘅全球網絡已經覆蓋咗15個國家嘅合作倉庫，可以一件發貨到超過200個國家，每年嘅訂單處理超過300萬張。去年美國嘅關稅波動，好多人都會慌晒，我哋反而憑着靈活嘅方案，令訂單量逆勢增長30%。今年我哋正式進軍美國市場，幫助當地同跨境電商降低履約成本，同時亦都加速緊澳洲同歐洲嘅佈局。香港教識我哋守規矩，前海令我哋學識破局。未來我希望將呢座科技物流橋延伸到世界每一個角落，幫助更多電商無障礙咁拓展全球業務。